喺珠海買樓，如果你唔想有朝一日好似視頻咁樣嘅情況發生喺自己身上，咁就要認真做好功課啦，否則好可能隨時就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啦。視頻嘅情況呢，就係上個月發生喺我哋珠海金灣航城沙海匯呢個樓盤。點解會出現一啲老業主去收樓鋪拉橫幅呢？原因就係喺10月份之前，發展商仲係賣緊12000、13000嘅單價，但係呢，去到10月份，突然間發展商就推出6900、7000零蚊嘅價錢，即係點啊？相當於1個月嘅時間，樓價呢就打咗6折啦，所以就出現咗老業主集中去樓盤拉橫幅嘅情況。講真，我都幾理解呢啲老業主嘅感受，換著係邊個，我諗都難受嘅。所以呢，我希望通過呢條視頻可以俾到更多嘅粉絲朋友知道，同埋呢可以盡量去避免呢種情況發生喺自己嘅身上。首先就係我哋要去明白佢嘅底層邏輯，點解會出現呢啲突然間打6折、打7折嘅樓盤？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就得一個：銷量差，賣唔喐，再加上原本嘅價錢呢就係虛高嘅。其實喺珠海當下呢，仲係有唔少呢啲價錢虛高嘅樓盤，就好似前幾日我發嘅呢條視頻，珠海今年降價幅度最大嘅5個新樓盤，佢哋都係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銷量差，賣唔喐，所以呢，降價就係必然嘅事情。睇開我之前嘅視頻嘅朋友都知道，我係一直都唔建議大家去買嗰啲冷門盤嘅，並唔係話銷量高嘅就一定係好，但係銷量差嘅可以肯定好唔到邊度。我係大足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珠海真實嘅樓市。